好，大家好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想问一下，因为菩提心呢，我们已经学习过了，就是可以分成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两个部分。这两种菩提心是有先后次第的呢，还是可以同时进行修持的呢？在目前这个阶段，我们能做到圣意菩提心吗？就是我想问次第的那个原因，就是我觉得略微还是有一点点冲突，就是说，我们要是世俗菩提心在行持的时候，你可能要预先想好了，费好大的劲儿去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如果圣意菩提心的话呢，要把你那个劲儿拿回来，你要看到这个事情是虚幻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应该是分先后去实施呢，还是其实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。然后在目前阶段，我们一个是能不能做到这个圣意菩提心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在生活里面就怎么样去实践这个圣意菩提心呢？问题很好，很多人也一般听菩提心的人也比较少讲到圣意菩提心，但是圣意菩提心是菩提心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但是什么时候能得到圣意菩提心呢？你到了初地菩萨的境界才能得到菩提心，圣意菩提心。圣意菩提心并不是透过一国意识，透过其他的师傅可以得到的，而且是自己的修正达到整悟的时候才得到的。那就是现在我们是达不到的，是吧？达不到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可以做的东西？有，非常多。比如说，你今天参加中观的课程，是圣意菩提心的文思，你慢慢透过文思听闻，然后再思维，然后再用鼻梁去了解空心，都是你是要去拉萨一路去的一样的。你正在向往圣意菩提心，没有这些基础，就圣意菩提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你现在学大圆满、求大圆满，也是圣意菩提心的一个初学，甚至你的一些质量，就像我们供曼达这个念金刚萨埵，都是圣意菩提心的最后自己心想去证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，都是其实是最后转成为圣意菩提心一体的。我明白了，他们就是现阶段就可以进行了。对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感恩堪布。好的。